今次咧就講緊一個化妝公司嘅女職員，事主咧就喺新浪微博就收到一個陌生帳號，就話想同佢結交朋友啦。事主啊當時咧就冇乜戒心嘅，所以咧就俾佢牽引啦。因為喺新浪微博啦，跟住為咗係大家方便溝通咧，我哋咧就可以喺QQ 微信嗰度咧就係聯絡埋啦。就每日就噓寒問暖，同你傾下日常嘅瑣碎事件，咁啊令到你冇晒戒心。嗱，當做到呢一步之後咧，我面目就開始出現，話俾你哋聽係有投資嘅經驗，就好多方法咧就可以令到你富貴。講下，我其實咧就係做加密貨幣嘅投資㗎，一個投資嘅平台啦。Conference 係啦。仲有埋個網址添嘅，俾埋佢睇嗱，你睇下嗱，我戰績咧幾標炳啊！俾少少錢就有咁高嘅回報，結果咧就轉賬200萬。嗰200萬咧就係唔係現金入咗去咧，佢仲要係做一個手續，係要兌換咗呢啲加密貨幣，然之後用啲加密貨幣再買黃金，跟住又黃金操作啦。咁啊當然啦，帳面上咧一定係不斷贏錢嘅。跟住去到咧2025年10月啦，用一啲高倍數合約操作可以獲得咧超高回報為有利，等到個事主用 Confess 嘅平台貸款40萬嘅 USDT， 貸款再抌錢落去，平台突然告知事主無法以帳戶內嘅餘額還款，必須再次充值40萬嘅 USDT 先至可以繼續運作。反覆勸說之下咧，事主再度向指定戶口咧就轉賬。期間咧，對方更試圖咧誘導事主咧向親朋戚友借錢或者銀行借錢。咦？呢個所謂 Conflex 嘅平台點解又提唔到啲錢出嚟，又入唔到去？開始到一個階段咧就財到光棍手，自然就失蹤㗎啦。